来在地新闻继续来看，婚林斗六的9安里有一个空地啊，讲要来起雅士的存放场。在地人接到消息是非常的惊慌，拿这个布条来抗议。消防局讲，这业者是依法来申请，后续会甲社区来协调。 就算是落雨天，斗六市永安里的里民依然是扭白布条的抗议，大家坚持反对来遮起雅士的存放场。我们的人民是需要有知的权利唔是讲安尼，咱唔知影，煞来向发现讲可能后个月咱的这个厝边附近有要起一个这个瓦斯的放置场。在地人嘛质疑讲，起这个雅士存放场这片土地是特定的农业用地，希望相关的单位去调查伊的合法性。有30项正面列举，必须告诉大家是正面列举，但是没有瓦斯行。 婚林县消防局表示讲，业者是合法的行建，现场是要做雅士存放场，唔是分装场，后续会协助社区甲业者来协商。Hello， 大家好，我是乃瑜，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第一个，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你按赞了吗？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赶紧订阅起来，还要记得按赞，开启小铃铛哦。